皇祖母，你就这么轻易的放过李易欢那个狐妹子了？不放过她又该如何呀？就算是灭了她，你想想，皇上也不会亲近你，更会疏远你的。哀家也会遭到一生的怨恨的。那您就不担心李易欢继续留在宫中祸害皇上？开始的时候哀家也有担心，可后来一见到这个李易欢呐，她只不过就是一个鲁莽的小丫头而已呀。皇上也就是少年心性，找一个新鲜有趣的玩伴而已。所以哀家呢，想放她一马，等待以后视情形而定吧。既然皇祖母都这么说了，那妾身就暂且忍耐了。哀家出了这3道题，一是为了考量一下这李易欢，二呢，也好给皇后一个机会。现在呢，这前面这2道题呢，就由皇后来出，最后这道题由哀家来把关。好，这第1道题呢，你要用一根绳子，把这块冰从这个碗里挪到那个碗里。这么简单啊？不简单，条件是不能用这根绳子拴住这块冰。那我可以用其他的东西帮忙吗？可以呀，但是只能用一只手，这只手呢还不能碰到那块冰。皇祖母，这也太难了吧？这只能用一只手，又不能接触这冰块，那怎么用这根线把这个冰块挪到那个碗里去啊？皇上啊，若是这丫头认输的话，哀家就让李总管给你做个演示。可是这50手板，你就着实的挨上了。皇祖母，这易欢手上还有伤呢。那伤好了再打。皇祖母，这个易欢要是实在办不到，能不能看在孙儿的面子上，给他换一道题啊？哀家是一再让步啊，已经给皇上足够的面子了。皇上，不用再替奴婢求情了，奴婢已经想到办法了。真的？你确定啊？请太皇太后跟皇上给奴婢一点时间，奴婢要去拿一样东西。可以呀，不过你得快点儿，不然的话这块冰就化了。谢太皇太后，奴婢告退。让开！哎，谁家野孩子呀？没点规矩！让开！哎，这孩子。丫头怎么还不回来？这冰都快化了，你想出来办法没有？奴婢想到办法了。稍等片刻就可以了。这丫头
没想到居然用这个法子。你这罐子里边装的什么东西啊？这是奴婢抓紧一切时间从御膳房拿了一罐盐。哦，朕明白了。朕以前学的功课里边也有这一门知识，只不过刚刚情急没有想起来。易欢，想不到你还挺博学的。皇上千万别夸奴婢了。从小到大，奴婢不喜欢好好学习，但是什么都学，只会那么一点点，杂而不精，跟博学二字万万沾不上边儿。奴婢之所以知道这个办法，是因为小的时候，在冬天啊，奴婢喜欢跟自己的哥哥用盐水呢冻冰人儿，所以才知道这个法子的。好啊，小丫头，这第一道题就算你过关了。哀家接下来再考你第2道题。你数数，横着数多少，竖着数多少，一共多少个铜板？数数。回探皇太后，横着数有4个，竖着数有5个，一共是8个铜板。好，你就从这8个铜板里头拿出1个铜板来，把这2列铜板变成都是5个。啊？可是这不对啊，横着就变成5，竖着变成4个。哀家给你1炷香的功夫，你要是再猜不出来，那就算你输了。完了！小的时候，奴婢不想好好学习，老在师兄师姐面前捣乱，而师傅们总是吓唬我，把戒指高高举起，轻轻放下。这下好了，以前没挨多少打，现在又全给补回来了。太皇太后，您只说了只能移动1个铜板，但您却没有说不能重叠。您看奴婢做的对不对啊？哎呀，小丫头啊，这是你自己想出来的，还是有人帮衬你作弊呀？太皇太后恕罪，其实是皇上先想出来的，然后告诉了奴婢，奴婢才说出答案的。你这丫头，朕好心帮你，你还出卖朕。皇上，对不起，如果这道题没做出来是小事儿，但是如果因此欺瞒了太皇太后，那可是犯了大罪。皇祖母，其实呢，孙人也就是摆了个手势，不能算是作弊。再说了，这道题啊，它本来就简单，孙人就算不提醒易欢，易欢他自己也能想出来的。你这易欢小丫头，她若是不承认，你皇上也不承认，那哀家再怀疑也逮不着你们的把柄。罢了，就看在你这小丫头诚实的份上，这道题就算过了。谢太皇太后。太皇太后，您人真好，就像画里走出来的观世音菩萨转世似的。净说漂亮话。好了，哀家呢，接下来再给你下第3道题。不过呢，皇上，你就不能再度的帮衬作弊了。孙儿明白，这第3道题，孙儿绝对不会再帮他作弊。你如果再作弊，当然也算输。这第3道题，小丫头，你听好了啊，什么事情别人都能做得到，偏偏你自己做不到。这个嘛，奴婢知道了。除了奴婢，其他人都能杀了奴婢，唯独奴婢自己不能杀了自己。好，这个答案好。皇祖母，这一关易欢算是过了吧？哎呀，皇上啊，不要高兴得太早了。你想想啊，一个好好的人，他为什么平白无故的去杀人呢？
当然了，每个人都有能力去杀自己，只是呢，看他愿意不愿意杀自己。所以呢，这个答案不对。这道题的答案不对啊！当然了，这个答案呢是需要有人来演示的。太皇太后，奴婢现在脑子都成浆糊了，实在是想不到答案。看来你是自愿认罚了。皇祖母，孙儿也不敢再为奕欢求情了。孙儿只是希望你能多给奕欢宽限一日的时间，让奕欢自己回去好好想想。好啊，那就看在皇上的面子上，就宽限你1天。为了不让别人给你帮衬作弊，哀家就要把你留在慈宁宫1天。待到明天这个时辰，你要是再答不上来，那就要着实挨打了。谢太皇太后。李奕欢这个小丫头，真够机灵的啊！轻而易举的就解了这几道题。原本妾身出的第2道题是可以难住李奕欢的，如果不是皇上相助，只怕他早就输了。皇后不要这么想，即使是皇上没有相助，这李奕欢他也会答得出来的。只不过是呢，多花些时间罢了。幸好皇祖母出的第3道题把他难住了，就算他想了3天3夜，也未必想出答案。只是，又怕这一夜之隔，又有人给他送答案去了。只要皇后你知道哀家为什么出这3道题的目的，就可以了。为什么计较结果呢？如果这李奕欢没有想出这个答案来，那作为皇后你该怎么做才会是最好的结果呢？鳌拜已经被打入天牢了，你难道还要替他卖命？我哪有替鳌拜卖命？我这不跟你一样被鳌拜逼着服了大补丸才身不由己的吗？我也就是偶尔替鳌拜传递一下消息，可我没有做过什么过分的事情啊。李太医，看在咱们是同乡又是同姓的份上，一定要替我保守这个秘密，可千万别出卖我呀。我们不出卖你，你就要出卖我们。奕欢打了康熙一巴掌，你为什么要跟太皇太后告密？这叫杀人灭口。冤枉啊，李太医！我虽然跟你一样受制于鳌拜，可是鳌拜说了，我是他内线当中身份最特别的一个，有什么事他单独跟我联系。除此之外，别人毫不知情。我根本就不知道你们兄妹也知情啊，又怎么可能想到去杀你们兄妹灭口呢？我跟奕欢，毕竟是皇上安排在鳌拜身边的人。你是担心有一天，我们知道了你是鳌拜的奸细，向皇上告密，所以才想借太皇太后的手，先杀了我们灭口。不，李太医，我没你想的那么狠。既然皇上已经把鳌拜拿下了，没有怀疑到我，那证明你们对我没有威胁。再说了，我是奉了太皇太后的懿旨，监视皇上，每日向他汇报皇上的一举一动。可是皇上已经亲政，权威日重，我再也不敢像以前一样，真的事无大小巨细都向太皇太后去汇报。更何况皇上那么宠爱你妹妹，我怎么可能挑拨太皇太后去杀了你们兄妹呢？我要是这么缺心眼的话，我还能活到今天，还能当上大内总管？不是你，那会是谁呢？这我是真就不知道了。在皇宫里啊，这人际关系复杂着呢，你都不知道这背后谁拿着谁的钱，替谁办着事儿呢。好吧，我暂且相信你。看在咱们是同姓同乡的份上，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。以后啊，我们要多多相互照应才是。对，相互照应，相互照应。
皇上，怎么愁眉不展啊？是在为懿欢妹妹烦心吗？太皇太后出的最后一道考题实在是太难了，真想破了脑袋也想不出答案来。妾身想来想去，也想不出什么办法。哎，雪嬷嬷，你可有什么好的主意啊？老奴也想不出来。皇上不必发愁，这朝中人才济济，皇上何不暗中召集几位心腹大臣，共同商议一下，集思广益呢？说得对啊，婉心，这后宫之中就属你最温柔体贴，别的嫔妃啊，都嫉妒懿欢，巴不得暗中盼着懿欢出事，只有你，才是真心实意的对她。妾身一来是为了帮皇上分忧，二来是真的喜欢懿欢妹妹。哎呀，你说咱们这皇上啊，自从亲政以来，可从来没有这么晚召见过咱们啊！啊，你们都说说，这有什么急事儿啊？会不会是鳌拜一案又出了什么重要线索？嘿，李太医，你也来了？哎，莫非是皇上他龙体欠安啊？哎，嘘，这话可不可乱说啊！小心，这叫祸从口出。明珠大人，哎，李太医，说什么？怎么回事？啊，皇上突然差人传来口谕，让卑职火速觐见，却没有说所谓何事。哦，行，进去吧。走，明珠大人请。请啊，诸位爱卿，朕深夜召诸位前来，是因为朕碰到了一件为难之事，朕思虑了许久，都没有想出答案，所以啊，想听一听诸位爱卿的高见。敢问皇上是何为难之事啊？这有什么事情啊？是只有其他人能做到，而自己却偏偏办不到的。哦，原来皇上是为这样的事情在为难啊。有了，比如说，别人可以杀得了我们，但是我们杀不了自己。这个答案不对，这个答案只是诡辩。我们每个人都有能力杀了自己，而不是绝对做不到。这个答案必须是别人可以示范出来给大家看，而自己却偏偏无法效仿的。皇上，不知皇上怎么突然问起这么奇怪的问题，还这么着急，想要知道答案？这其中缘由，朕不便透露。诸位爱卿只要好好开动脑筋，帮朕解忧就行了。有了，皇上。皇上，我们每个人都不能提着自己的头发，把自己从地面上提起来，但别人可以呀。这个答案也不行。出题之人只怕会说，我们每个人只要轻轻一跳就可以离开地面，为何还要把自己的头发给提起来？所以啊，这个答案还是过不了关的。皇上，此等古怪刁钻的问题，实在是难有标准答案。究竟该怎么回答，完全要看出题的人是否在故意的刁难。皇上，这出题的到底是何人？他有何目的啊？哎呀，明珠大人，皇上深夜把我们叫来，就是让我们帮着想问题的，可不是让你提问题的啊！皇上，此等问题并非奴才们所擅长回答的，就算让奴才们站在这儿想上一晚上，也想不出令皇上满意的答案，倒不如让奴才们各自回府去，然后和府里的那些幕僚们一起去商量，然后把答案写在纸上，
赶在天亮之前送到宫里来，或许其中会有让皇上满意的答案。那只能如此了。行了，你们都先退下吧。这，臣等告退。李太医，你留一下。谁？薛姐姐，薛姐姐，薛姐姐。主子，这口井也是干的。进入山西以来，这旱情是越发的严重了。是啊。老人家，这口井也没水了。啊，这儿也没水了。哎呀，这可咋办呢？老汉带的水早就喝光了，此去我女儿家中，这还有10几里路呢。老人家，我这儿还有一壶水，你先拿去吧。多谢，多谢。老人家，此次的旱情涉及多大的范围啊？多大范围？这方圆数百里，5万顷土地，12万人口，颗粒无收，颗粒无收啊！我活了70岁了，这是我见过的最严重的一次旱情呢。哎，多谢。啊，老人家慢走。主子，启禀主子，这个小村庄有几十户人家，房子都挺干净的，咱们借宿没问题。只是这村子人烟稀少，好多房子都空着，显得有些诡异。为什么？这些民房都好好的，有一些一看还是新翻修过的，怎么会没人住呢？是啊，房子是挺新的，就是没人住。也许这儿不久之前遭过匪患吧。这户院子里倒是有炊烟冒出来，应该有人，我去看看。有人在吗？官爷不必再催了，老夫就是死也要死在自家老宅子里。不是官爷啊！老人家，我们是过路的外地商客，错过了宿头，能否在这里借宿一宿？房钱要多少，随便你开。不必给钱，我们这个村子什么都缺，缺水，缺粮食，缺人，就是不缺空房子。你随便住吧。老人家，此话怎讲？村民们都去哪儿了？我们这个村子遭遇了几10年不遇的旱灾，村里只剩下一口老井，每晚能渗出一点点水来。但凡有点办法的，都出去投亲靠友了；没亲没友但还迈得动腿的，也都到外面去行乞逃生去了。哎呀，只有我这等老弱病残在这儿等死。可是官家还逼得我们……快，保护主子！这2个人好生眼熟，是不是在哪儿见过？主子，这2个就是那日在客栈里调戏世淑姑娘的人，其中那个领头的把总还被主子教训过。怎么回事啊，老杨？这还是个高手呢。吃瘪了吧？哦。干什么？我问你干什么？杨婆子，我还正纳闷呢，就凭你不敢抗命啊？原来是有这么一门富贵亲戚。裘老板，你可别牵连无辜，老妇
哪儿来的这等富贵亲戚？他们都是过路的客商，在我家借住一宿，明天就得赶路的。路过的客商，让我瞧瞧。哎，咱们是见过的是吧？啊？哟，姑娘，你也在这儿呢，真是缘分呐！你是谁啊？我根本不认识你。你还好意思说呢？那是在客栈喝醉了闹事，他就是被我教训的那个。哎呀，羞死人了！原来你还是个朝廷命官呀！那日你当众调戏我家的丫鬟，就已经失了体统。你还追到这个村子来，没完没了了是吗？你老杨，咱们今天来办正事儿的，你还穿着官服，收敛一点。也对，老子懒得理这些外乡人。几位，老子是来办公差的啊！杨婆子，怎么着？今儿个你是搬呢，还是不搬呢？不搬，老夫就是死也要死在我自己的房子里面。你敢公然抗命是不是？你是不是不想活了？老人家，你是不是将房子作价卖给了他们？卖给他们？客官，这房子是老夫夫家留下来的祖产，房子后面还有几亩良田，老夫家祖孙几代人就靠这点良田生活。如今虽然不幸遭遇了旱灾，可老夫也舍不得变卖这个祖产呐。这个穷老板仗着官府里有人，随便给了仨瓜俩枣碎银，就要强行圈走咱们整村的房田地呀！你闭嘴！老不死！裘老板给你安置费已经是大发慈悲了，你还敢在这里计较或多或少的？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捆了你？行了行了，杨婆子，圈里的文书是巡抚衙门发的，你向几个过路的客商诉苦，有用吗？可是在下听说，顺治爷曾下过明诏，废止圈地。几位是读书人吧？啊，哼，看着就像，带着那么一股子迂腐劲儿。古往今来，这皇帝总说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，但谁曾见过哪个王子犯法真与庶民同罪？就算是在皇城根底下，那些王公大臣不也是一大片一大片的圈地吗？皇上不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？几位是过路的客商，我劝你们别多管闲事。听清楚了吗，老太婆？明日一早，我就带人来这里破土强拆。届时你还没搬走的话，那我就把你埋在这破房子里。老夫就在这儿等着你们，我就是死也要死在我自己的老宅子里面。巡抚衙门令，凡是胆敢公开对抗官府者，皆按谋反论处，格杀勿论。所以今天老子就是杀了你，也是在执行公务。最后再问你一遍，搬还是不搬？不搬。那明白了。你既然铁了心不搬了，那也好。那你今天晚上就吃得饱饱的，免得明天做个饿死鬼啊！呸！看什么看？小心我把你双眼给挖出来！哟，瞧瞧，富商家的丫鬟都不一样，脾气这么大，挖我眼珠子！来来，挖！告辞。哎，主子，这几个混账东西不给他们点教训啊？这些都是虾兵蟹将，没用的。老人家，再多吃点吧。
不瞒你们说，我都半个月没见米香了。不怕你们见笑，我都喝了5碗了。老人家，听说这山西旱情已经惊动了朝廷，朝廷也已经拨了大批的赈灾物资，你们都没有分到吗？赈灾物资？哎呦，咱老百姓连1粒米都没见到过，一点都没有分到，1颗米粒都没见到过。老人家，我看你这儿冷锅冷灶的也有一段时日了吧？不是圈地有安置费吗？为何不拿这些安置费去买些粮食啊？别提安置费了，姑娘啊，不瞒你们说，就我们这样的地，按理来说，好歹1亩也值4、5两银子，可是上面他们只肯给1两啊，而且层层盘剥下来，有些关系的、运气好的，也只能拿到几钱呢。像我这样的老不死，就只能拿几个铜板。老人家，这圈地一事已经违反了朝廷的政令，你们为何不上告啊？告？去哪儿告啊？老夫的儿子先去县衙告状，被他们拉了出去，一顿毒打，还给他胡编了一个什么罪，被他们连打带拖，回来以后连伤带气的，没多久就扔下老夫去了。老夫的孙子不服气，借了些钱去太原府鸣冤，也被巡抚大人当盗贼发配关外，至今未归，一去不回，还怎么告啊？还有这等事？这山高皇帝远的，这圈地的人可是个通天的人。通天？是当朝的大红人鳌拜，你知道吧？听说过。山西巡抚刘德昭，他就是鳌拜的门生，还有那个圈地的裘老板，他就是刘德昭寄娶的夫人的小舅子。您说还到哪儿去告啊？可是听说鳌拜不都已经被皇上给查办了吗？你知道吗？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呀！鳌拜这些年提拔了多少门生亲信，他们都大权在握，盘根错节，连皇帝都忌惮他3分。不然为何皇上就只把鳌拜拘禁了呢？这官场上的事儿说不清，万一哪一天鳌拜东山再起，可怎么办呢？好了，主子，今天的见闻全都记下了。你小心收好，等我回京了之后，就一桩一件的查，一个一个的办。主子，消消气，今天晚饭都没有吃，保重龙体要紧啊。坐吧。是。这所见所闻，我还怎么吃得下？顺着朝就已经下的禁令，到现在还有令不止，让许多百姓流离失所，无家可归。最重要的是，他们还敢鲸吞朝廷的赈灾粮款。你爹爹的密奏，所言非虚啊。主子，那咱们可得小心了。听说这山西官场，鳌拜残存的势力不可小觑，他们掌握的地方官兵足有上万。万一他们知道了主子在微服私访，起了歹心，可了不得。小不忍则乱大谋，只能暂且忍着了。可是，他们明早就要来强拆了，这些百姓们该怎么办？那个叫杨八狗的，还有刘德昭新老婆的那个小舅子裘贵吧，他们一个个都是心狠手辣的角色。如果咱们一走，那几户宁死不搬的村民不得被他们活活给弄死啊？不会吧？这村子里还有几户人家10几口人，我不相信他们敢全都杀了。主子还别不信，我在山东行医的时候也遇到过类似的事情，也是有几户村民不肯搬迁，那圈地的是鳌拜府上管家的表弟，直接派人在半夜里放了火，却推说是他们自己不慎烧了房子。那几户家人当中，有几个性子烈的，想要上京告御状，却在半路上被一伙身份不明的歹人给杀了，案件至今未破。
老奴老家也发生过这样的事情。那部班的一家5口被灭门，却推说是得了瘟疫，其余人也都是敢怒不敢言。那怎么办呀？咱们可得救救他们呀，不然咱们走了，这些老百姓不得被那些豺狼给吃了？可现在出现伤势危急，我必须尽快赶过去看一看，听他详细汇报山西官场的情况。只有掌握了足够的证据，才能把这些豺狼一网打尽。那我们就眼睁睁看着这些豺狼把人给吃了吗？哎，赤鼠姑娘，现在主子的安危是最重要的。这俗话说得好，强龙不压地头蛇。主子您的身份是万万不可暴露的。这样吧，待会儿我们进村查一下，然后再做打算。哎，主子，您瞧，那户人家好像有人哎，你听，他们好像刚生完孩子。只可惜，明天一早就得拖家带口背井离乡。可怜的孩子。搜童，奴才在。把这个珠子送给他们的孩子，顺便打听一下他们家的情况。这。一欢呢？刚刚还在我身后呢。这丫头又乱跑。哎，我明明听到有人求救的呀！救命啊！快走！救命啊！站住！干什么呢你们？当兵的居然强抢民女啊！哎呦，瞧这小脸够水灵啊！要不一起带回去吧？舅老爷见了一定喜欢。我跑不动了！姑娘，你没事吧？他们都追上来了。天哪，她怎么长得这么像雪姐姐？难道这舒婉心逃跑1个月了，我们也想不明白她没有报官的原因。但是，她极可能已回山西老家去找她父亲舒剑了。哎呀，此处离太原府不远了。难道她就是从明珠谷逃出来的舒婉心？可是她一个弱女子，为何不报官，却要独自千里迢迢逃回老家呢？花儿，一欢，花儿，你在哪儿啊？在哪儿啊？一欢，姑娘，咱们躲这儿，快点，就这儿啊，快！哎，姑娘，没事吧？姑娘，一欢，花儿，一欢。屋里好像有欢妹的呼吸声，但似乎还有另一个微弱的呼吸声。欢妹竟然没有发声，定是事出有因，不便现身。这丫头跑哪儿去了？这丫头真是太不让人省心了。一欢，没事吧？你脸白成这样，是不是特别饿啊？来，姑娘，吃吧。啊，谢谢。明明已经饿得不行了，还尽量注意吃相，不肯狼吞虎咽。看来应该是出身名门的大家闺秀啊。不好意思，我已经2天没有吃东西了。谢谢女侠仗义相救，谢谢女侠。哎，别，太客气了。
姑娘，我看你也不像这个村里的人，你为何一个人啊？你从哪儿来啊？要去哪儿啊？小女子本是山西太原府人士，途经此处，看到一处空的房屋，本打算暂借一宿，谁想到我刚住进去，就有2个官兵闯了进来，说我强占民宅，要抓我去见官。幸得女侠出手相救，小女子感激不尽。嗨，我根本不是什么女侠，我跟你一样，是途经此地的过客。你我相遇也算是缘分，不如互相留个姓名，他日江湖再见的时候也是朋友了。我叫易欢，你呢？是玉女侠。玉女侠武艺高强，又仗义助人。小女子能够结识玉女侠，是小女子的荣幸。嗨，小女子的贱名不足为道，只是我这出门在外，身上的盘缠没有带足。玉女侠家住何处啊？小女子平安回家之后，一定备下薄礼，登门致谢。口风倒是挺紧的，不肯说自己的姓名，反倒盘问起我来了。谢就不必了。我看咱俩年龄相仿，我是顺治12年5月初4生的，不知道该管你叫姐姐还是妹妹啊？小女子出生于顺治11年3月初8，可不就是舒婉欣的生辰？那你比我大，我应该叫你姐姐。姐姐，你一个人手无缚鸡之力，怎么就跑到这儿来了？也没个伴儿陪你啊。2个月前，家父把我献给一个有权有势的男人，那个男人要在很多姑娘当中挑选妾室，我是备选之一。没想到我还没有到那个男人家，就阴差阳错被人劫走了，直到近日我才侥幸逃出来。这个有权有势的男人指的应该就是龙小弟了。还有此等事情啊？那你逃出来以后为什么不去报官啊？你现在难道要去找那个有钱有势的男人啊？不是这样的，我未曾去报官，是因为那些劫走我的人固然可恶，但是我不恨他们，反而心存感激。为什么呀？家父把我献给那个有权有势的男人做妾，并非出于他的本意，实在是那个男人太有权势，家父不敢违逆。因此我在心里早已发了誓，若被那男人选中为妾，那我便以死明志。其实那个男人有权有势，也是个不错的归宿啊。你宁死不从，莫非……我看你戴的这块玉应该是鸳鸯玉吧？你戴的这块是雄的，那雌的那块……莫非姐姐已经有心上人了？啊，那我明白了，怪不得你从劫匪那儿逃了以后不去报官，你现在是想去找你心上人啊？实不相瞒，我自幼丧母，和爹爹相依为命。我是真的想在我出走之前，悄悄回一趟家，去看看家父最后一面。他说去看家父最后一面，然后就私奔。那如果他发现他爹快死了，那他肯定就忍不住露面了，这不就麻烦了吗？这院里有人！嘘，一群窝囊废，这事儿还得麻烦我。行了行了，想不到这姓杨的居然能听出我们的呼吸声，那我肯定应付不了，不如叫救命吧。也不行啊，要是这样就惊动了龙小弟和索额图，那就更糟了。姐姐，我们躲到那边去吧。走。好。快。
怎么了？这边，快走，跟上！这边，在那边，追！站住！这一关到底跑哪去了？站住！姐姐，姐姐，没事吧？别动，别动！你们干什么呀？不干什么，来呀，拿下带走。是。等会儿，你不是？哎，老杨，哎，啊，这丫头不是跟那几个富商在一起的吗？啊，怎么了？我总觉得那几个富商没那么简单。找另外一个，这个不说，免得节外生枝啊。也行。啊，兄弟们，把这个带走。是。快走！不行，姐姐，后面，姐姐，快走！雨翔，快点！姐姐，姐姐，别喊了，现在没人能救。那边有好多人声，去看看。好，老实点，走。小妮子，没看出来还是个练家子。之前是不是把我的兵给打了？你脾气还真是烈呀！不过爷就喜欢骑烈马。之前你不是说要来挖我的眼珠子吗？现在看来，只能是爷挖你的肉了。老大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没事。你们别乱来，我可是朝廷命官。主子，他敢轻薄一环，死有余辜。你见杀了他已经便宜他了。这还是我平生第一次亲自动手杀人。杀害朝廷命官可是大罪，这样一来，很容易暴露身份。杀了就杀了，想办法善后。这三更半夜的，你到处跑什么呀？喊你你也不应，你知不知道我们很担心你啊？我是晚上没吃饱饭，本来想看看村里有没有什么鸡填饱一下肚子，结果找了一圈没有，就遇上这个坏蛋了。饿死鬼投胎啊！天天就想着吃，除了吃你还能知道什么呀？我还知道饿。你看看你这个妹妹，脑子里装的都是什么东西？陈妹从小生活艰苦，所以一有机会就惦记那张嘴，让主子见笑了。我知道，你们曾经都吃了不少苦，但现在跟了我，会保你们一世荣华富贵，再不受半点苦头。谢主子恩典。主子，光让我们两个不受苦也不行啊！你要让全天下的老百姓都不再受苦才是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我知道，我的老大虽然贪吃，但不贪心，更不自私，心里边天天装着天下百姓，真是我的良师益友啊！主子，主子，这怎么回事？不必慌张，先找个地方把他埋了吧。这，来人呐，把他拖下去。这，快！主子，那个杨八总的尸体，我已经在外面埋好了，同时奴才安排了人手，守住了各个路口，现在连一只苍蝇也不会再飞进来了。办得好。对了，再有人来打探消息的话，先不要杀掉，
悄悄把他们拿下，找一个地方关押起来。到时候他们也是人证之一。这，还有，这村子里边剩下5户人家11口人，但他们全都是老弱病残。索图，挑几个可靠的人去找一个安全僻静之地，务必在天亮之前把他们全部转移。这。哦，对了，他们都是老弱病残，就把我那辆马车拨给他们。这，马三，我们走。这，咱们也都准备一下，天一亮我们就要离开这个院子。主子，这才3更天，你先回屋休息吧。等我们收拾好了以后再叫你出来。好，明儿再赶1天的路就能见到书剑了，到时候肯定有很多事情要等着我处理，所以啊，我是应该好好养养神了。那我给您点一炉安魂香吧，不然你睡不好又该胡思乱想了。不容易了，会体贴人了啊！主子睡着了。闻了你一个什么香，马上就睡着了。你说，你到底给主子闻的是什么香？就是普通的安魂香，您放心吧，对身体无害的。真的？真的，叔父，我怎么可能骗您啊？哎呦，你就不要再叫我叔父了，好不好？咱们最好是永远都不要认亲。哎呦，一欢，我求求你了，你千万不要对主子有什么不好的心思，更不能想着要去害他，否则连我都活不了了。哪有？我怎么可能害我的龙小弟呢？我也绝对不允许任何人害我的龙小弟的。你说的话，我也不知道是该相信还是不该相信。但是我告诉你啊，我伺候过3个主子，咱们现在的主子是最好最好的一个。哎，你不是说过要为什么？要为天下苍生、黎民百姓着想？哎，是不是这么说的？那你就更不要想着使什么坏心思，更不能害了主子，也不能连累我。哦，也不知道当初是谁帮着鳌拜给皇上一直下毒。那不也是迫不得已吗？再说鳌拜呀，也没有想害了主子，给主子下的药呢，主要是想扰乱他的心神，让他不能理朝政。可你们……哎呀，我们要想害他，在宫里早就害他了，何必等到现在呢？叔父，你就放120个心吧。说好了啊。我给康熙下的安魂香的分量很轻的，索额图在安排村民，很快就会回来，咱们得抓紧时间。你能确定那姑娘就是舒婉心吗？我看看。当然了，我生辰都对了，错不了。幸好她被刘德昭的小舅子给抢走了，否则被索额图发现，那可就麻烦了。可他现在落在恶霸手里，不定后果怎么样呢？咱们得去救他。都什么时候了，你居然还想着去救舒婉心，怎么敌友不分呢？六师傅，他不是咱们的敌人，他是无辜的。他威胁到咱们的大业，那就是我们的敌人。可是你这话说的不对，六师傅。怎么不对了？我们替先帝报仇，光复大明，那才是大是大非。这些小事情根本就不用计较。六师傅，易欢说的没错，舒婉心必须得救。他从明珠谷逃出来以后，一直没有报官说出自己的真实身份，是想着悄悄和自己的心上人私奔。但眼下他落在了刘德昭小舅子手里，为了自保，他很有可能说出自己的身份。刘德昭知道真相后，必定会上报朝廷。那样的话，倾城的身份也会暴露。可我们眼下怎么救呢？我们亦不熟悉路线，
又不知道他们把人抢到了何处，而且这天就要亮了，实在是来不及啊。这样吧，一会儿我装病，留下来和那些村民一起去休养。等你们走之后，我就会悄悄地去找舒婉欣。如果他没有暴露身份的话，那我就会把他救出来，并把他送到明珠谷。倘若他暴露了自己的身份，那我只能杀了他，和所有知情的人一绝后患。六师傅，你不能这样！如果这样滥杀无辜的话，跟当年清军杀无辜的老百姓有什么区别啊？欢儿，你怎么跟六师傅说话呢？师傅，你别生气啊，一欢他就是这样，说话不知轻重。我看要不这样吧，如果这个舒婉欣说出了自己的真实身份，那六师傅就把那些知情人士杀了，留舒婉欣一条命，把她送回明珠谷就是了。是啊，六师傅，那些狗仗人势的东西本来就死有余辜，杀了也算是替天行道。但是舒婉欣是无辜的，我们不能伤害她。既然太子都已经这么说了，那就这么决定吧。谢谢六师傅。这雪嬷嬷昨晚还好好的，怎么一下子就病了？其实昨天白日里，雪嬷嬷就有些不舒服，她只是在硬撑着，没敢禀报主子。臣妾已经拜托那些村民照顾她，想来养上几日也就没事了。只是她这一病啊，你就没人伺候。主子能够恩准臣妾出宫省亲，已经是对臣妾格外开恩了。这些小事情，臣妾自能克服。还是你省心，不像某些人，就知道给我添乱。左徒派人送来了密奏，说皇上已经进了山西境内，应该很快就能悄悄地见到书剑了。这是皇上第一次微服出京，只愿皇上能托皇祖母的福，顺顺利利、平平安安的就好。玄烨他是爱新觉罗的子孙，他若是只在紫禁城的方寸之间长大，他怎么能够管好这万里江山？让他出去历练历练也好啊。纵然会有一些波折意外，但皇上乃天子之命，也必定能化险为夷。皇后不必太过担忧。妾身别的倒不担忧，只是不放心这李氏兄妹二人。你放心吧，哀家再三的嘱咐索图和李德福，让他们盯牢了李氏兄妹。况且李氏兄妹若要真的有图谋不轨，那在这宫里头早就应该下手了。既然他们没有异常举动，就说明他们的目标并不是暗害皇上。此次山西之行，也能让皇上和我们大家都能看清楚，这李氏兄妹值不值得信任。官儿啊，杨八总找着了，找着了。不管他说出什么理由，先拖出去给我打50军棍。此风不可长啊！居然敢不声不响的玩失踪，这以后这对我还怎么办？还军什么棍呐？人是找着了，在一棵杨树底下埋着呢。死了，死了。肋骨断了几根，而且被一箭穿心。